我希望可以有自己一個人一間房，因為好多中學生咧都會想温書，不過會冇時間，同埋會俾啲小朋友嘈住，所以希望可以有一間自己嘅房。希望我哋客廳啦、A、B 廳啦可以增設 sofa 啦，同埋希望可以兩個人一間房啦，因為咁樣可以更加好咁樣磨合到默契啦，同埋可以少啲紛爭或者拗撬咯，係咯。我希望咧可以第日家姐可以係兩人，即係一間房就兩個人。我想我第時床頭有部電視咯，多幾個廁所同埋間房大啲啦，係啊。跟住我想即係喺呢個家姐內啦，可以即係多啲場地可以俾我哋去做運動啊，例如打羽毛球啊、踢波咁樣。我希望咧呢個1號房咧就即係唔好咁兜轉啦，咁樣就直行 L 字形咁樣就入到嚟啦，因為我驚太多角落頭就撞到人哋。仲有希望每一間房都有一個直身鏡。哇，咁開心！同埋個廳希望可以大啲，個 sofa 都可以大啲，咁我哋就唔使一個人，即係幾個人就逼埋一齊坐埋一齊。要有幾大先得啊？大概可以坐到3個肥人3個以上人。想要多一間房可以有好多個孩子一齊住咯，仲有想要一間玩具房啊，想有啲自由咯，仲想要多一部或者2部或者3部嘅電視咯。點解啊？因為想睇唔同嘅台咯，有啲人。哦，同時睇唔同嘅台。係。